哦，你做会。这个有人看。有英，啥物件？有英语哦，有英语啥物件？有英语啥物件？哎，做来。哦，葡萄啊，靠腰葡萄爱黑哦，可以。真心不会打台，没关系啊，你就不要打。我真心袂拍台语等于。因为你拍中文就是讲台语啊。哎，你啊，你今晚拍中文就是台语啊，所以你别怕，你别怕。你听，你改听。你改听。你拍中文就是讲台语啊，所以你免去拍台语，因为你拍台语袂讲话。你可以直接翻译一下，我不太知道你刚才讲什么。无音语这样应该，又是他的意思。无啦，我唔知啦，不要问。我看这边给它没标呢，应该是。这个，烤腰啊，太多。常见钓鱼可以啦，可以。钓只鱼会钓鱼啊？要会使。好想被钓鱼哦！干，我已经1年多都没人钓了，好难过哦。遮有人看你讲英文吗？用台语？台语就是台语啦，你若讲你用迄叫罗马字嘛，你用罗马字拍出来。但是咱讲迄叫白话语啊，白话字。啊靠腰，哦，这个还是不够啊。有圈兽可以用哦，圈兽可以用。那再去学校一次啊。没关系啊，看不懂，没有要你看懂啊。我唔想讲罗马片。怎么大家都这样子？因为恁即摆拍中文都是讲台语啊，所以无差。我只是要甲恁讲有这个物件尔。靠！你哪无困啊？你是起来呢？我是9点我就困啊，即摆才起来。无，但是恁袂晓练啊。罗马片音都念过去啊。就是像我头头看你个有英语啥物件？你有回答我咧？有英语啥物件 ？WUINYI 哦，我毋知是啥物件。就是我家看的时阵，头前我看过，就是浙江有人看啥物件？我毋知是啥物件。所以其实难度无很悬。毋是。英语哦，看有英语啊，看有英语啊。说就是你若用罗马拼音，就是对吧？你若用你讲的英语，就是无音标啊，啊，你无音标的时阵，你就歹练。我就会说，买，个啥？我才0.1小时。需要标音。对啊，需要标音，所以我讲的迄个白话语是有标音的啊。你唔知哈？我再丢一次好不好？每天都要丢一次。这样够嘞。所以有一个系统是会当用标音有音标哦，那个音标，无迄是背声，台语有8声嘛，背声调。我自己没敢讲有这个东西，这样子。
你哪不知影？你哪无熟悉，我你怎么知影？哎，两个，靠，为什么两个？啊，老早，你都唔困的哦。第一个连结到404。404啊，来啊，应该拍赢啊。看一下。哎，无啊，我再看啊，靠腰你唬我，你唬我，我可以看呢，靠呗。来，我给看聊天室状况一下。哎，404，我觉得聊天室404，够一个，对。聊天室起404，嗯？聊天室我觉得404，我该试得当啦。我知，对啊。所以是拣迄 HTTP 哦。我只看到安尼。我顶摆是有坑 HTTP， 我无坑 HTTP 呢。有一寡你坑 HTTP 会使，有一寡袂使，袂当，因为我想要家己较调较短，调短一点。吓，但是我发现这个，所以我应该爱加 HTTP。因为聊天室就是你那个 HTTP 其实多余的啊，你哪加一个，应该是，你看吗？应该是，有啊，会使，安尼会使。大家用下早，来啊，我先来看。